不能飲酒，不能飲飽，心裏血腥味太多掣肘 ，hip hop 被收，作品係數庫落空曲咗6年，食得太飽，路斜得一條，斜轉去舞台 Google Map， 山得高少少，一個人行，條路夠黑嘅人安全感，本來係高人 Google Man，Go Go Go Pop Rock 影像咩？5條友邊有咁易揾啊？小圈子有落裝平等，當我一個人走江湖，咁我諗個世界江湖好多，有啲嘢係勉強唔到嘅，我有心啊，但係幫唔到咯。家裏有蟑螂，而且太多啦，接受唔到啊，就好似唔知千禧，但穿越翻咗去1999，心裏在嘲笑，但係這視頻幕屏我大腦皺紋，心裏像狼叫，太多控訴冇聲帶，諗住救人，香港冇我彈嚇親呀，咁我平時聽開嗰啲係咩？我至少仲有娛樂這方幼稚專注地只係即係見唔到將來世咁大，我覺得我自己太渺小，但見到從冇頭定，我睇人類其實都幾猖狂。呢個主題竟係咩？但我諗咗好耐都係冇答案。心空了，什麼係問題？討好再看人來又往，上一句注視思想出現嘅碟，當我死咗想發放。上你喺屋企唔使再覆你，一個人縮氣不再拍檔，覺得自己把聲難聽，talk flow 都talk唔出嗰種冇偏偏愛好都同聲有關 podcast rapper stand up talk show， 簡單嘅偶好似比較真實，或者當牛揾對靚 flow 唔深入，加州曱甴出入自然要多數地爭取到一日，過得太安泰，生活節奏太緩慢 ，lifestyle 車加裝快，寫嘅字平均，字數再裝快 ，boss 對住 boss 平仄鬆晒，我覺得更好，但你睇唔懂，我睇唔到你就覺得更好。Oh well now I'm better， 我會識自己轉換心態，左望住大步力，我上段就支筆上太重量，我想要個醫生，手過係 trauma， 我想你先分錯係金庫，我佔地1000斤，家裏有蟑螂，越出太多啦，但我接受咗人類太猖狂，已經殺到埋身都係仲有份後果。乜嘢叫好？乜嘢叫壞？標準係我嘅，我要自己揸晒，想要人氣，但係唔想迎合人哋。人生係我嘅，我先係主角，根本唔需要迎合嗰班臨記。一班臨記喺度教我做戲，用所謂嘅攻略去通過遊戲。點樣通關由我自己話事，唔到你班柒頭去揸主意。唔計攻略就灌上一個鉗字，個字俾你哋用到詞不達意。適當嘅用藥叫做治療，小圈子嘅藥物應該叫做私聊。煙圈令我腦海空間想讀，唔知點同老母坦白。現實已經將我反殺，堅持我嘅風格係咪有錯？迎合你哋我都冇去諗過命，本來就係戰，對住你哋使乜諗？日後留俾一線，試過去忍，唔想再等一個冇嘅奇蹟降臨。排車係咪優越感嘅師兄？人生係咪用條鳩去諗嘅？家裏有蟑螂，而且太多啦，接受唔到啊，就好似唔中意千禧。但穿越翻咗去1999，情緒被壓抑，充斥住我大腦嘅每條皺紋。變動嘅髮色，心情如輪盤，逐漸失去動能。朋友係可靠嚇真呀，咁我人生識咗嗰啲叫咩？轉咗教 respect your gut， 正我覺得太攰啫，見唔到將來。世界咁大，我覺得我自己太渺小，但見到從無頭地，覺得人類其實都幾猖狂。